观众朋友，今日各位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安打，全垒打。其实喺每一年，我哋棒球季开始嘅时节，也计划都喺我哋大家人常常会谈到嘅。棒球作为一台湾嘅一个国球，伊唔单止看到我哋台湾运动风气嘅改变，嘛看到我哋台湾其实社会嘅变迁，因为我哋嘅棒球开始有某同样嘅一种情形。我哋今日有请到喺以前咧兄弟队嘅球期中嚟到现场，要同我哋分享以打棒球嘅人生，还有看到乜嘅quite神奇，还有quite快乐嘅事情。我哋马上欢迎我哋其中嚟到现场。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屏東來嘅邱記長。其實吼，當初應該蠻前有職棒嘅時間啦吼，你嗰時間我想到可以打棒球呢？我是從小的時候，因為不喜歡讀書哈，那有一天就在教室的走廊前面，然後去發現有一陣騷動，那你會覺得說啊，這個騷動是在幹嘛？那就去問同學啊，原來知道說有一個棒球隊的教練，他來問大家說有沒有人願意要打棒球啊？那我當時是因為說接近月考啊，小時候小朋友有一個小聰明，那你會覺得說如果我去打棒球，可能就這一次月考可以不用參加，因為每一次考完試他的成績都不好，回去一定是會被揍，所以那時候是為了逃避考試，然後踏進棒球這一個環境。嗰時幾時喺睇小學一到年級嘅時間啦？差唔多5年級嘅時間，5、6年級嘅時間啦。嗰時都要對我嚟樹講打小棒嘅，嚟練習打棒球嘅啦嚇。幾時喺哪一隊啊？那是屏東復興隊，但是我就讀是屏東市的民和國小啊，但是以主體啊，主體是以屏東復興國小做主體。嗰幾時喺度有比先生喎？有啊，有比先生。嗰陣問題係唔能打6年，能打兩年嘅呀？你都等於都畢業嘅呢？國小是打2年嘛，哈，那畢業後才在升學去到美和中學。你喺度都去美國係咪？美國因為我聽女部嘅嘛，可是其實我哋美國都聽我哋嘅表狀啊，我哋第幾隻美國其實幾嚴格呢？我想按有膽去美國去參加人哋棒球隊咯。那時候已經是打球已經打上癮哈，雖然是說一開始是為了逃避功課，但是後來你已經喜歡上棒球。那時候因為正統的升學棒球來講是南美和北華新嘛哈，那我們當然就是走美和系統，因為距離家裡比較近，所以會走到美和這個學校去。像美國吼，其實喺我哋棒球地方吼，在伊個幾重要嘅一個部分吼，你睇因為我哋美國唔單止出嚟幾多有名嘅選手吼，當然伊哋訓練嘛係我哋幾有名嘅一個嚴格嘅。你係咪同人講一下，幾時人喺美國時節，伊係用嘅一種手法啊？我們在美和生活，從小你在國小你就聽到呢美和中學，它的訓練是非常嚴格嘛哈，但是你只是知道而已，因為你沒有親身體驗。當你去到美和中學的時候，你才去真正的去體會到什麼叫嚴格嘛哈。那尤其是學長學弟制啊哈，那可能學長會指使你去撿球啦、買東西啦、洗衣服、按摩啦。但是美和他學長學弟制，他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學長在教你球技的時候，他是沒有什麼不會隱瞞，他會全心全意的教你啊，所以這個是美和他很好的傳統，所以他的技術傳統學校來講，它是非常穩定而且持續成長。嗰幾時我冇想到講，我喺度學棒球呢，做乜係我去拖地奶啦、買東西啊、洗衫，唔記得邊個應該學嘅，係來學棒球嘅呀？因為以前的我們那個時代哈，當然可能就比較認命了哈，也不會覺得說這一些是額外的工作，你會覺得說好像大家學長他們也都是這樣的環境走過來，所以你會視為理所當然。那跟現在小朋友所接受的教育，可能他們的觀念是比較不一樣，所以那時候再怎麼辛苦都沒有去想到說啊，我要回家，我要回去告訴我媽媽，沒有這個念頭。其實睇下你服務地位，你兩個人嘅一種關係，一種兩個人嘅信任度，其實就是會對下你服務地位其實會加強。一種東西都聽，譬如講日本式嘅教育，
同美國式嘅教育，你完全冇共樣嘅地方。雖然而家我講，我做乜個我哋服務我哋學長，其實係一種同學長我講，變成一個朋友嘅一種過程嚟噃。剛剛上問過，你有4個萬元嘅sản婦啊？然後費事講，歸島有名嘅學長啦，都有洗過啦。對啊，但是費事講。意思哈，我都話你冇啦，喺咪同我都聽過，係4個萬元嘅sản婦，因為你看嗰種人，我哋咧美國中學真係是出嚟歸島嘅名人啦，吼，咁喺咪都聽過，我係4個萬元嘅sản婦。其實從我哋訓練地步吼，其實最主要都希望講唔得咧基礎要打過好。咁種其實你咪同人哋睇佢小解一下講，唔得幾時一個成法，譬如講你喺初中一批美國中學嘛，吼，幾時係一個初中生呢？唔得要讀書嘛，打球嘅時間係挺難咯。哦，我們的生活是這樣哦，我們大概每天早上5點半就要起床，起床以後我們要做晨操，那晨操它可能就是今天教練他會騎着摩托車，然後會告訴你一個目的，說譬如說我們今天跑內埔、跑竹田，或是跑萬巒、跑潮州，哦，那有可能一趟是5公里、7公里、8公里、10公里不一定，哦，或是今天沒有跑外面，那你就是在操場裡面衝刺啊，400公尺啊，然後就是教練他有一定的課程。那大概到7點半左右哈，那你就趕快洗澡、換衣服、吃早餐，然後8點就去上課。啊，那個時候可能我們就是在不要吵到正常的學生的情況下，老師會讓我們休息啦。啊，那大概到12點，那12點啊，我們的生活就是吃完飯，趕快你又去練球，練球你就是練到天黑嘛，不管是冬天還是夏天，你就是練到天黑。那晚上還有一個練球的時間是8點到9點你要練習，9點到10點就是你要洗澡、洗衣服10點熄燈就寢。所以我們在美和的生活是很嚴格，那當然也是非常有規律。嗰就等於你的時間最早從5點開始到晏晝10點，其實係幾無限嘅呢吼。幾無限，因為我印象幾深都講，其實有些冬天的時候烏龜胎，有時候你這個騎車睇嘅我哋咧愛煩多時間，你會發現講奇怪，人都有一堆嗰種聲音嘅，對嗰種烏地會慢慢的走出來，你出來的聲音呢，你其實都係走病。有時冬天的時候烏龜胎，你有時根本看唔到路嘛，但是人都看到一堆聲音，全部對。我們當時是因為冬天它天沒有那麼早亮嘛，吼。所以我們開始在外面跑的時候，其實是因為那時候路燈也沒有像現在那麼多車輛也沒有那麼多，所以其實我們那時候是暗暗的，但是你會看到一群人在那裡。那因為有時候寒流來的時候，因為我們跑會熱，那我們會把衣服脫掉，就一直跑回來到學校的時候，剛好是大概7點多一點，學生開始上課，你會看到一群選手，他就打着赤膊啊，然後尤其寒流來的時候，你的身體還是會冒煙的那一種。那你即係我哋傾下嚟講啊，譬如講我哋呢初中嘛吼，咁其實嗰度細妹人哋上學嗰時就看到人呢，應該我感覺到講很帥呢。其實我有細妹人哋同人講示好嘛。有啦，那因為美和中學跟美和護專，當時叫美和護專哈，它是毗鄰，它是在隔壁。那因為那個當時的民風比較淳樸嘛，所以可能美和村他們一些青少年，就是那個時代還是大家就穿着喇叭褲，然後旁邊會放一個中國結的那個年代哦。那可能就是一些護專的學生，他們對這一些青少年、青年的這些美和村的朋友，可能他們就比較沒有那麼欣賞。那因為我們是棒球隊，你常常出國比賽拿冠軍啊，那你去出國回來，你可能受到熏陶回來，可能你的穿着就不是那一種喇叭褲啊，所以有很多的而且都是常常代表中華隊哈，所以那個美和護專的學生通常都會對我們用關愛的眼神欣賞着我們這樣。因為吼，其實美和護專係我哋咧醫學嘅訓練地方吼，所以嘛係個最重要嘅一個地方嘛吼。不過美和嘛係唔單止也棒球，也護專嘛個厲害。但是頭頭上我哋咧其中講過嘅，其實我哋嘅時間吼，鄉下人吼對一條聲音咧，其實有幾多嘅一種關心同注意啦。像伊嚟講，伊同嘅時就會比外國比賽嘛吼。其實外國比賽，我哋會因為講呢個聲音咧唔係形容喇叭嘛。嗰時嘅時間我哋
唔只要用样嘅方法去关心的生意，有等于如果係學嘅，後你把嘅越南嘅雞卵啊，你變嘅門頭，我都買豬肉啦，你一料豬肉啦，買菜啦，你變嘅門頭，去本嘅的生意呢，去補充營養啦，哈，你記得這樣的情形？有，我们有遇过了哈，那当时就是很多的球迷或是乡亲啊，他们觉得你是为国家争光啊，他们也希望你多一点营养啊，确实帮我们加菜的情形都有。但我们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学校当时美和中学是徐邦新董事长创办嘛哈，那他很注重选手的营养，所以他有聘请，因为我们都住校，所以他有聘请欧巴桑帮我们煮饭。啊，所以他只要来视察，看到球队，那他会用很浓厚的客家音，他就说：“你们卡路里要多吃哦。”他会用这种腔调啊，甚至阿尚如果煮的没有那么丰盛，可能他就会念阿尚啊。这是我们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回忆。伊但只是对心地部你照顧人的生意咧，我以為講唔係去打棒球嘅生意，以為講啊，你可能比一般的生意強樣咧，但是伊哋提供唔哋嘅體力發揮嘅幾多，好，嗰種唔哋希望更多營養。那從咱哋開始來投入嘅我哋咧米粉嘅初中嘅時間，你這個爸爸媽媽有放心嗎？沒有職棒嘛，當時沒有職棒，他父母親對於你打棒球可能就是。當時沒有什麼出路，就是你單純只是打棒球，那了不起，可能你就是以後去台電啊，合作金庫當公務員啊，甚至你有讀到大學出來當個體育老師，可能那時候出路是這樣，所以父母親那時候認為是，可能打棒球會比較沒有前途啊，因為我小時候我們家賣豬肉，那父親總是會要求我在，星期天，當時沒有週休2日嘛，哈，星期天放假一定要到菜市場去。跟着學賣豬肉這樣。自從因為講海北嗰種這個冇打棒球嘅時間，蠻可以買豬肉啊。對，起碼有一技之長。喺呢個冇職棒嘅人台地步，都來打棒球有出現冇？休息一下哦，等下啊，等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氣來嘅，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喺我哋前雄起相對嘅休息中嚟現場。而上一段節目同人講，一般是做乜開始學打棒球，但是你後來喺初中以後玩，我哋講其實打棒球嘅人啊，其實最想嘅路我哋出國為國爭光，哈，為台灣去外國打棒球。你第一次出國係哪時節啊？第一次出國哈是在國小。那因為我們那時候復興少棒哈拿到全國冠軍，那時候因為競爭很激烈，其實你要拿到全國冠軍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那是我第一次代表國家出國。那在那個第一次出國那個年代我們小孩子因為鄉下小孩啊，所以有很多的回憶是在第一次出國。那我們出國是到關島。你這個能打2年的呢？什麼？你這個5、6年時係以來先球員嘛哈？嗰時候你能打2年，然後你馬上都可以聽到嘅球隊都打出國。你講，因為嗰時台灣咧少幫幾多幫球隊啦。嗰時候其實一打出嚟體驗真係冇簡單。因為後來人都台中華民國去關島，你踢不出國，你嗰時嘅行李係咪要準備啊？第一次出國哈，我們在1984年的時候哈，去到那個關島代表國家隊。那時候有第一個回憶就是國家會幫你，因為那時候我們的物質也沒有那麼好，所以有時候可能你的球鞋都是破的。可是你當選國家隊的時候，他會做西裝給你啊，或是買全套的體育用品給你，然後甚至一個行李箱。一個行李箱，它上面寫中華民國少年棒球代表隊。那因為那個年代要出國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你拖着那個行李，你就會覺得好像很光榮這樣這樣。嗰時候其實爸爸媽媽應該會感覺到，會痛嘛但是嘛會擔心吧？對啊，因為沒有出過國嘛父母親他當然是會擔心。不過這個出國，小孩子是很高興因為第一次坐飛機啊，看到
空中小姐啦，甚至第一次吃到麦当劳。那时候台湾其实已经有麦当劳，可是屏东没有。那屏东那时候我们知道汉堡就是一个馒头把它切开啊，放个番茄啊，加一些番茄酱，这样就是我们所谓的汉堡。那第一次吃到汉堡是在关岛啊，一群小孩子，你就看到那个乡下小孩，汉堡它是双层，我们印象很深刻，双层。然后你就会看到整个10几个孩子在讨论说，是要把它切开一片一片吃吗？还是要把它压扁吃？这样哈，这是很美好的回忆。那这摆比赛这种歌唱这个蛮记得吗？有我们过程哈，我们最后是输给韩国了哈，那是加赛的一个因为评分我们是以积分评分以后，我们跟韩国加赛，那到最后我们输给韩国，我就由韩国代表远东区到世界杯去比赛，那我们就回来这样。但是对新人来讲的话，其实输赢如唔要按重要啦，其实体要出国了呢，嗰種高的心情啊，看到人都冇看到事情的心情哦。對。其實睇緊你人推地步，只是嗰種唔知個唔係因為推俾我哋中華民國出去打球，其實真係一般人冇乜嘅機會，冇乜嘅經費出國去聊啊，冇得看到的事情。但聽一百出國那有哪個時間咯？聽一百沒？聽一百喺高三的時候哈，因為我們國中，因為那時候沒有選明星隊，我們就是如果你這個球隊冠軍，就是整隊出國。那冠軍只有一個嘛，所以我們在國三的時候，沒有拿到全國冠軍啊，在高三我們才遇到。這是用米粉嗎？還是米粉？以米粉為主體，在全台灣各地去挑選比較精英的選手，組成中華隊。嗰個幾時係去哪裡打球呀？那個時候有去到加拿大跟美國阿爾伯塔，還有美國蒙大拿州這樣。咁蠻記得幾時你發生了什麼事情嗎？有啦，去世也有啦哈。但那個我們印象很深刻，在蒙大拿州它有一個美樂城，那然後它是我們市面上所知道那個美樂啤酒的發源地。印象很深刻是我們去到公園，然後水龍頭打開要洗手，就會覺得說奇怪，這個公園的水龍頭它的水怎麼會是有啤酒的味道這樣哈？原來它是就是距離啤酒廠是在隔壁，所以它也可以免費的讓觀光客啊，就是無限暢飲這樣子。可是其實你都唔係18歲吧？那時候還沒有18歲。但是看到安尼情形，真的我感覺到真的完全同人哋台灣的成分完全冇同樣的。不一樣。我嗰時就，其實已經嘛係第一擺出國的，好，雖然講冇講人哋去國家去美國吼，但嗰時就咧，你講打球嘅成分對人來講嘅話，有幾擺出國的經驗有乜嘅佢有影響冇？冇講對有後來有乜嘅影響啊嘛？我們中華隊回來哈就。即將要面臨我們升學嘛，那當時是這樣，當時我們剛才有提到，就是你可能打棒球，當時最好的出路就是有可能讀大學當體育老師，或是到台電、到合作金庫去當個公務員，可能那時候最好的，因為還沒有職棒嘛哈。那我們因為那時候文化大學已經內定有要我去文化大學，所以我必須從美國蒙大拿州自己一個轉機回到台灣去參加一個考試，那可是因為那個時候是年輕氣盛嘛，就覺得有聽學長講說文化大學可能讀書會要求比較嚴格，那輔仁大學可能在讀書這方面比較不需要那麼嚴格，所以我就把志願填到輔仁大學，就因為這樣惹怒了那個文化大學，其實他們都已經有內定好的選手，那結果當然文化大學他生氣啊，輔大他內定本來就沒有你，所以輔大也沒有，文化也沒有。那在高中畢業之前，台電棒球隊其實他就極力來爭取我要去參加他們的台電隊。那後來我們就去參加台電棒球隊這樣。我是冇想到當初係因為講唔會讀書，然後去打棒球，結果係因為講唔會讀球，唔會讀書，結果冇書讀唄。那時候還發生一個，就是因為父母親在賣豬肉嘛，那賣豬肉他可能就是覺得希望小孩子可能就是可以當個體育老師，讓他覺得很有面子這樣。那結果因為文化大學也不能去讀，輔仁大學也落空。那父親他就哇很生氣啊，
觉得你怎么会搞砸了原本就有的东西？那所以他气到大概3个月没有跟我讲话。我想是一定会过欠啦，因为一定我讲。鬼唔容易得到伊个记忆啦，因为今日你本學到內聽其實蠻簡單嘅，一定要有實力，吼，一定要有能力，要打好，學到那內聽呐，結果安尼人講煮熟的鴨子就飛掉了，當然個東西做爸應該話過欠，因為假如你這個人的話，你這個文化太好麻木誒，phương言太好麻木誒，咁後來咯，你國中畢業以後，後來路。有技術大棒球嗎？有，我們去到台電啊，當時台電是這樣哈，18歲你可以去到台電是算是非常幸運，因為我們取得公務員的資格嘛哈。那我們曾經台電的董事長當時有召集我們跟我們吃飯，因為台電有很多的球隊，所以那一次董事長集合我們大家，他說你們要好好珍惜哦，因為有很多的博士跟碩士，他們經過考試未必能取得公務員資格。你們靠你們的運動專長就可以取得公務員的資格，所以他要我們好好珍惜這一份。咁你其實喺台電差唔多做幾久啊？前後大概是6年左右。喺6年的話，差唔多24歲嘅時間。差唔多是。做乜會離開台電咯？因為那時候父親他要開一家生鮮超市，那他就說家裡需要幫手，那你把台電的工作辭掉，那你回來經營生鮮超市。所以離開台電是這個原因。咁其實冇衝突啊，冇猶豫啊，冇抗拒嘛。就想說離開，當時沒有想太多啦，就離開台電，回來經營家裡的事業這樣。咁啊，弟講你後來要參加兄弟隊，咁總話講，我喺台電係咧應該過去開生鮮超市，應該第二路離開我哋咧棒球圈嘅呀。後邊做乜個兄弟隊會來簽到？當時是這樣哈，那個我其實雖然離開棒球隊，但是離開台電，但是我對棒球其實是沒有忘懷嘛。那我們在經營超市，有時候晚上房間有個球棒，有可能你就自己拿起來練習揮棒啊，這樣。那會進到兄弟的原因，其實是因為兄弟那時候已經他的選手哈年齡都有一點偏大，然後就有就是球探之類的哈。那他就要去尋找比較年輕的選手，來跟比較年齡大的來做一個銜接，這樣。不過其實這球，我講個星探看到唔係，其實一定嘛，提講這個休息了一段時間嚟啊。咁這個其實這因為去馬上都可以打哈。我要去接受兄弟隊測試之前哈，其實我大概有2年是沒有接觸到棒球，因為都在經營生鮮超市，所以我要去兄弟隊測試之前，其實我才回到美和中學跟我的學長那時候在當教練，我說讓我跟着球隊練習1個禮拜哈，那所以我們練習1個禮拜以後去兄弟隊接受那個測試，是這樣。嗰時其實對伊個27歲從教練的學長聽到叫人伊個做表嚟接球係咪？對。你這個本身咧我講你這個輸的地方喺哪啊？冇得講係你是幾？我的手背是其實是一壘手，內野整個手背都有，到最後我們是以一壘手為主，這樣。這禮拜有感覺到痛苦的要死嗎？當然肌肉痠痛嘛，也很久沒有曬到太陽啊，2年都沒有動。不過因為那時候年輕的話，我們體力上還比較好一點，所以球感很容易就找回來。有帶啦哈，或者一下訓練一下馬上就過來。對，或者對啲生鮮超市。所以啲職業棒球兄弟隊喺中間會發生乜嘢事情？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到這邊我的來賓，我哋前兄弟相隊的邱議長，同我哋講，伊是休息2年以後，後來本兄弟相隊來接觸到。咁唔過去啊，俾兄弟相隊以後，其實伊係職業的棒球呢，伊要求應該過嚴格吧？你這個對休息2年呢，雖然冇咁長，又比先上啊，咁一批以後馬上都可以上場啊？我們當然是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才可以上場這樣子。那種喺體力方面，無論訓練方面，你哋平常係用係訓練嘅咯？
教练都会安排课程那甚至你在每年的春季训练的时候，你就要储备一整年的你的体力当然你在球季当中，大概每年的3月到10月左右，这个是你的球季，那可能你会有你的状况会高潮低潮之类，所以你要自己随时的在调整。因为我哋讲，其实我哋台湾的职棒开始嘅几年咧，他刚也是太过风靡啦。其实就也要球迷嘛过多啊，而且我哋过好半的那种球队，伊啲迷的人有点名的啦，其实有冇个名的嘛？那当时我被赋予的任务是比较特别，所以有球迷他帮我取了一个叫狙击手的一个封号那为什么会有狙击手的一个封号呢？是因为因为我在训练的过程脊椎受伤，那受伤以后我没有办法久站，可是因为我的打击能力还不错，那教练他就赋予你说可能在第7局、第8局、第9局其中球队或是平手输1分左右你可能就需要你的打击上去把垒上的打者清回来。那清回来以后，教练他会用一个救援投手去把对手封住，关门对，关门就是不让他得分。那所以当时球迷觉得我这样的任务就是好像跟狙击手很像，所以他们帮我取了这一个封号。可是狙击手也要封号地位，但是伊背后其实伊在讲第一，你打击的能力要够强，第二个你心肠要够大呢，因为你等于讲把上面的清过来伊的任务搞本，你其实是我感觉到阿比过他们讲，你其实有没有影响过什么事情？我们那个时候担任这个职务当然也有失败过，不过也成功好几次嘛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当时有成功好几次的一些简报来跟主持人做分享这样子狙击手他这个封号他是因为我的任务我的机会只有一次，那所以那时候我的压力非常大，那有时候会大到睡不着，那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压力啦。不过球迷也有很多给我们鼓励这样。头有的讲用安打说再见，其实基本简单的，看来嗰种鬼风光的一个句子，其实对人来讲，其实佢哋归台任务呢，对球团其实係嗰種打俾剛好嘟好呢2個人的長唔下時間，然後伊的任務裏邊呢，伊的歸台的任務，佢同時又其實對球迷來講嘅話，伊要對人的一種關注度冇幾高，其實有球迷，我哋講其實兄弟隊的球迷係最多嘅啦，嘛有幾多球迷我比到伊幾好的球員或做出嗰種。人感覺嗰種粉絲般的動作，蠻有記得講，其實球迷對你做某個事情嗎？當然有很多的球迷有男生也有女生那男生他可能就是欣賞你嘛那女生可能他會表現得出對你有一個特別羨慕的一個愛意就是有這種情形，像這個就是球迷他們自己。拍成1本的相片，然後他就特別的送給我們，他收藏的這樣。其實球迷實在幾用心的伊這個唔單止希望伊這個收藏以外，伊要做出1本送俾人哋。咁種人哋對萬世打棒球都更加你其實體擺去到職棒時間，你有感覺到講嗰種職棒嗰種感覺，打球嘅環境，他看你看球嘅時間。係咪同一般的其實是完全打棒球其實的場面完全不同樣？有，那時候印象很深刻第一次下場，在兄弟隊下場的時候，是因為我們對時報鷹比賽。那一場球，因為兄弟隊贏比較多分，我們也沒有預期說教練會讓我們下場，所以我們當然就是在後面休息室後面享受一些球迷球團給我們的點心，覺得真比較詭異啦。對，所以那時候也沒有預期自己會下場第一次下去打擊那球團他有後援會，他就會說這是我們兄弟隊的新人，那我們來一起為邱吉章做一個加油歡呼。哇，那時候大概台北球場他滿場大概有1萬多個人，那然後你就會感受到1萬多個為你歡呼的那時候。
那个你会觉得地板好像都在震动。其实第一次下场是非常紧张。因为其实就像高头讲的时报音哦，其实睇那两个片嘛因为伊喺个主场的美和嘛吼，不是我都看到喺日本的前面有一个打电话机嘛，因为其实嘛冇手机的，不是其实我咪要提起，我就看到个时报音的谁又听我打电话，其实我有朋友讲，这个时报音们喺我都看到，我明日就可以看到伊的，对啊，可是其实全台湾省因为我哋整个棒球吼，然后因为真正棒球去改变自家的想法啦，以前可能会唔好运动嘅嘢，因为真正棒球其实诞生之后，伊都开始去棒球，但可能落去又冇打伊，冇来继续去打下伊那个兄弟队咯。哦，我当时是因为脊椎受伤，脊椎受伤以后，那其实职业运动它也是很现实嘛哈，因为球团他会评估你说你的伤势治疗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复原，或是说你的复原的时间，那可不可以让他再继续的等待下去啊？所以当时球团他觉得我们伤势比较严重哈，可能他来栽培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选手，可能会比较划得来，所以我当时是因为这个原因来离开职棒。不是如等于讲你打棒球的伊的生涯，好，他们都睇下兄弟队留下伊个最长的伊的回忆啦吼。咁咱嚟从万世打球都见噶，有乜嘅印象係你这个感觉到quite难忘嘅呀？我記得是有一次在中華城棒隊當國手的時候那一年我們有到荷蘭然後到中南美洲有11個國家，其中有一個國家是薩爾瓦多那時候在內戰。薩爾瓦多在內戰，那我們剛抵達的時候，去到飯店，你就看到那個飯店的牆壁上都是彈孔，那然後你就會覺得害怕，說到底我們在這裡安不安全嘛？這是我們很緊張的一個。那晚上我們比較很有印象，就是可能他因為在國家在內戰，在炮火在攻擊的時候，因為你飯店是不能開電燈，那時候所以你會遠遠的看到人家在像放煙火一樣，這是印象很深刻。那再來一個就是在薩爾瓦多比賽的時候，因為可能總統他擔心，總統要來開球，他擔心可能有非常危險的人物出現我們印象很深刻，他就是總統坐直升機在2壘的壘包後面就是草皮上降落降落以後，然後他出來就開個球他馬上走，他也沒有致辭就坐飛機又走，然後比賽到一半你會看到那個計分板旁邊的那個觀眾席有人在丟汽油彈，因為可能他們國家內戰隨時都我不曉得為什麼，就是當天發生在丟汽油彈，我們也傻傻的站在那裡，然後知道那個翻譯趕快叫我們進來，我們看到薩爾瓦多的選手為什麼很快的就跑回他們的休息室，我們還傻傻的站在那裡這個是我的人生棒球裡面當選國手裡面有非常美好或是難忘的記憶。這是一般人嘛讀唔到啦。對。有兩人講棒球都係一支軍的一粒球的，但是伊唔單止一支軍的一粒球的，因為伊打出的國家的團結，伊嘛打出的球技中一生無窮用的用的。今日嘅感謝我哋嘅啟動到現場同我哋分享按到棒球的故事。好，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下等一下把有阿娟嘅運動寫上時，問題歡迎收看運動加油站，我係運動甜心阿娟妹。今日過歡喜又來同大家見面咧。上擺要同大家簡單紹介嘅棒球嘅比賽規則。不過大家知冇，其實棒球係有分等級嘅，像係少年棒球、青少年棒球，還有成人棒球嘅規則，沒有一系列冇共用哦。今日我就會來繼續同大家紹介聽一些棒球嘅比賽知識咯，向下來去。上擺要同大家紹介到，棒球會用人數最少9個人嘅2個隊伍來比賽，每個球員喺伊哋嘅位數都有自家嘅任務哦。像係投手加上係球隊底背嘅王牌，負責投球伴對方來打。睇嘢所採嘅人係幾重要嘅，係講投手表現唔好，就會幾容易伴對方打到球，安尼就會失去分數。另外，捕手係棒球場上唯一一個做得看到所有守備所採嘅人，
每做地算是球从风嘅教练。女野手听错会堂朴素嘅指示，来传球封杀招砸。球手没听错会堂朴素嘅皮球，将做地有效来控制打球嘅人。每类类8项都有守备嘅球员，一类数、二类数同3类数，再加上一类游击数，以上都是女野手，负责女野嘅守备所在。外野手就有左外野手同右外野手，负责外野守备嘅所在。打击嘅梦子未系一个太好门哦，第一个打球嘅人听错嘅规模线球，韩国伊做嘅速度未会过假，伊嘅一幕就系无论用力都会上垒。好球、坏球同出生球按用能判断咯。好球带嘅范围加上系大体打球嘅人嘅腰嘅到7条之间，也因为嘅所在都系算坏球，不过未会做裁判嘅习惯来听咯。出生球係講球得到打球嘅人成功任何一個所在，就算係同道上負，安尼未算咯。一般來講，成人棒球嘅比賽總共有9球，少年棒球係6球，強少年棒球有7球。少年棒球球員嘅歲數係9到12歲，強少年棒球球員係14到16歲。看睇今年嘅運動加油站4單元。大家對棒球係唔係有限卡認識呢？無論係少年棒球，也係青少年棒球，因為細細嘅年紀就代表國家去到世界各地來比賽，可是冇簡單咯。坦白係講，唔看到因哋喺球場上打球嘅時節，咪做得同因哋加油鼓勵哦。運動加油站，我哋下一拜再來打最鼓咯，拜拜。勇悍力量。各位觀眾大家好，好運動嘅時間內，我係謝諾夫先生，今日教大家保健嘅運動係都市，我哋師傅腳大嘅運動，請大家向下快樂來學哦。首先，我哋都市同我哋數，然後我哋都市旁當方強嘅。專業嘅呢，專業嘅呢，也咧動作慢慢地由細轉到大嘅地方，順勢專業嘅呢，認定我哋都市，也咧改善我哋都市本身嘅手法哦，揾一特殊認定，揾另外一片哦，輕鬆嘅專業嘅呢。做啊真好，專業嘅呢運動我哋都市平常嘅時候運動多哦，也咧睇看電視，我哋就下些坐墊、企墊，是做一咧都市嘅運動，兩片向下做，本書、眼墊，慢慢地轉哦，轉另外一邊哦，轉個太陽，本都是手風來幫助我哋手法，本書專業嘅呢，慢慢地做，來認定，專業嘅呢，本書在另外一片，改善我哋都市嘅問題，嘅輕鬆。年啊，本都市慢慢地變溫少，
哦，有感觉安尼个爽快无？哦，稳舒哦，哦，真好，大家做啊真好哦。哦，再来稳舒，转眼看呢，转念落下来，放安尼比，放安尼都是走上来。早晨来做下运动嘛，真好哦。哦，还有安尼吃饱饭来看电视，都会8点钟来，帮助安尼消化，真好。哦，也都是个运动。好，再来安尼同样的书，用啊睇安尼小米，哦，变啊看头，安尼同即个师傅哩。吹啊！哦，記得吹小米哦，安尼師傅哋肉最多，太力唔怕哦，太力吹，因為安尼有時候坐個腳，安尼神經壓定嘅吼冇爽快，所以有時候看電視看到一半，安尼放來做下啲運動，需要停動哦。師傅你一啲變上來哦，冇事，安尼嗲嗲，坐看電視，坐較久，啊，安尼不順遠哦，真好，哦，都是做安尼最牛肉嘅師傅你哦，嗬，啊，再來安尼是得來撲安尼個壁，啊。腳慢慢地鼓落來哦，腳安尼慢慢地鼓落來，不用太累，同安尼肩頭前面，打，慢搖日咧肩頭撲啊，不用上來，後面嘛係撲啊，慢搖日咧先。當向愛下再來一擺哦，對安尼搖，前面先打哦，輕輕地打肚臍旁，輕輕地，輕輕地哦，後面2片，有感覺你個爽快吼，即個運動保健身體，安尼對師傅的慢慢地打到前面都是，慢慢地來哦，就可以鼓落來，打安尼腳，後面用輕鬆，搖骨，搖骨嘅重要哦，安尼打一下身體，用真來，師傅再打一擺。有時候安尼是得用手誒打，又咪是用手誒，用匕首來，動作越來越大，不用輕鬆哦。有時候安尼鼓要記得兩個腳要打開來，唔會綁到哦。戳啊！也得輕鬆搖，搖骨慢落來，也得腳黏啊，再來一擺哦，都是轉眼看，不用穩手來哦。慢慢地不用輕鬆，真好，安尼就錯，穩舒，轉過來，轉過來，運動安尼都是，沒有匕首來哦，
手边拳头对后面开始捶啊，捶来，慢慢地鼓落来哦。前面嘛是得咯。安尼手脚仲有运动到哦。规个人要受风来，慢慢地又是流汗，安尼是最好的保健的方式，保健的运动。尤其师傅哋所叫的神元、腰骨神元，即个对即个较好，慢慢地打都是嘛是得咯，强。再来鼓落来，搓前头，肯定两只脚，也轻松腰哦，手臂收来哦。轻好，再来做一摆对肚子强的运动想讲这个轻松快，遇到这个健康来运动哦，唔是求骗人，这个都要做的哦。本数做轻好，安尼就错。都是眼看你个态势，本数，安尼错，轻好，做个好哦。再来变拳头，师傅的都是让你做都是安尼腰骨脚，让你都轻好的运动手左偏右偏转眼给你这本书转眼给你。再来变拳头，同安尼师傅的打呀，还有安尼脚打后面安尼是得搓同安尼脚都是从变小来今日安尼对都是做到脚安尼运动。好不好嘛？好运动，先老夫先生安尼，下一摆向下来了哦。